来镜头所等嘅台湾，每一年5月甲6月是黄金雨阿波罗大开嘅季节。讲台中雾峰嘅亚洲大学有真水嘅黄金雨嘅美景，会当来欣赏。黄金嘅花蕊伫咧树仔顶垂落来，实在是有够水嘅。特别到5、6月是黄金树开花嘅季节，想要欣赏到真水美景，伫咧雾峰嘅亚洲大学地当环跳。正饱丛的黄金树种伫咧步道边，黄色的花蕊落伫咧土骹，就亲像是铺黄色的地毯。每天上下课的时候就会看到，然后如果有阳光照下来的话，就是金亮亮的，就是还蛮漂亮的。校内底踮咧2公里的宽厚步道，种400多丛的黄金树，花蕊随风摇落来，就亲像是落黄金雨。这嘛，互这条黄金大道真做是校内底热门景点。那每年大概5、6月这个时候，就是阿波罗盛开的时候。校方讲，今年花是开到暗，想要看到这美丽花景，就要把握这1、2礼拜开花时间。若无看到，就要等明年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